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哋係阿神同埋卡文。從前嘅我哋追求穩定嘅工作，希望能夠改善生活。好多人覺得要有樓有安穩嘅工作，家先叫穩固啊。但係其實喺過去嗰幾年，我哋接連面對大病、工作壓力爆煲同埋失業，真係大受打擊。最後連婚姻都走到破碎嘅邊緣，覺得人生真係冇晒盼望啊！多謝耶穌，佢醫治咗我哋嘅疾病，修復咗我哋嘅婚姻，仲教識我哋數算恩典，將經歷變成祝福，透過創作葵貓子向身邊嘅朋友分享福音。嗱，其唯有咧喺基督裏面咧有愛，先有永不動搖嘅家。喺嚟緊嘅9月19號星期六嘅晚上7點鐘，喺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有個主題何處是我家嘅佈道會。當晚有陳淑娟牧師為我哋分享信息，而我哋都喺現場同大家分享見證㗎。歡迎所有家長、新朋友到場，一齊認識耶穌，揾到心靈真正嘅歸屬。到時見，拜拜。